这是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本期的新闻要点有：达赖喇嘛尊者在藏历正月15神变节开示佛陀本身故事；达赖喇嘛尊者莅领甘丹破章及琅杰寺共同举办的长寿法会；藏人行政中央缅怀1989年拉萨抗暴运动中牺牲的英烈；藏人行政中央与爱沙尼亚及斯洛伐克代表团共同纪念西藏自由抗暴66周年。斯洛伐克和爱沙尼亚代表团举行新闻发布会，重申两国在西藏问题上的坚定立场。爱沙尼亚代表团访问西藏人民议会。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于今天3月14号，藏历正月15神变节之际，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大乘法院，向数千名各方信众开示了佛陀本身故事。达赖喇嘛尊者在开示佛陀本身故事时强调，佛陀一生致力于造福他人，因此要以佛陀为楷模，竭尽所能利益他人。而佛陀生前累世修行的故事富含道德教育，将激励修行者走上智慧和利他之路。数千名达兰萨拉藏人和来自世界各国的僧俗信众齐聚大乘法院，在藏历正月15神变节殊胜之日，接受了尊者的慈悲教诲。另外，在上周三3月5号，藏历2152木蛇新年初六，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办公室的全体员工和琅杰寺僧众，在印北达兰萨拉的勤宫为达赖喇嘛尊者举办了长寿法会。达赖喇嘛尊者向琅杰寺僧众和办公室全体工作人员表达了感激之情，并回顾了他一生为造福西藏人民和世界所做的努力。尊者还强调了积极倡导实现内心平静与科学对话，以及保护西藏文化的重要性。尊者最后重申，将继续利益世人，包括中国的信众。此外，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于上周六3月8号，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大乘法院举办祈祷法会，缅怀1989年在拉萨抗暴运动中为西藏自由事业英勇献身的藏人英烈。在长达1小时的祈祷法会结束后，司政边巴次仁向与会的印藏媒体发表讲话，强调尽管中国政府通过更严格的限制和监视不断努力抹杀西藏的语言、文化和藏人的特性，但境内的藏人表现出坚定不移的决心和勇气，致力于保护西藏丰富的语言和文化遗产。他敦促流亡藏人必须像境内藏人一样，以同样的奉献精神继续展开保护西藏文化和恢复自由的工作。另外，藏人行政中央领导人与来访的爱沙尼亚和斯洛伐克的高级代表团于本周一3月10号上午，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大乘法院共同出席了1959年3月10号西藏3区人民在首都拉萨抗议中国军队非法占领及残暴统治西藏的第66周年纪念日。纪念活动在司政边巴次仁升起西藏国旗，西藏歌舞与戏剧表演艺术学院的学员们和数千名民众唱诵西藏国歌声中拉开帷幕。随后，与会民众为所有西藏英雄儿女们默哀了1分钟。紧接着，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和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堪布索囊丹培分别代表嘎夏和议会发表了声明。特邀嘉宾爱沙尼亚议会议员朱库卡勒拉伊德在发表演讲时，表达了对西藏人民的深切深远，并将西藏人民的自由斗争与爱沙尼亚在苏联统治下的经历进行了比较。他强调，尽管遭受压迫，
但专制政权无法摧毁自由意志。他呼吁西藏人民继续展开斗争，并敦促国际社会加大对西藏的支持。最后，他向司政赠送了一件印有“保护意志”字样的运动衫，以示支持。随后，主要嘉宾斯洛伐克前总统安德烈基斯卡致辞。他分享了在阅读达赖喇嘛尊者的书籍后，开始支持西藏的经历，并由此开始从事人道主义工作。他还回忆起自己担任总统期间邀请尊者访问斯洛伐克的经历，并谈到在西藏博物馆看到西藏自焚者照片时的情感冲击。他将西藏与乌克兰进行了比较，并敦促欧洲国家为西藏发声，以及鼓励西藏人民，尤其是年轻一代藏人保持希望。在官方纪念活动结束后，达兰萨拉的西藏非政府团体组织了从大乘法院至下达兰萨拉镇中心的抗议游行。与此同时，世界各地的藏人和支持团体也于3月10号前后举行抗议和升西藏国旗活动，纪念西藏自由抗暴66周年。在伦敦、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奥斯陆、维尔纽斯、布鲁塞尔和苏黎世，当地藏人和支持者在中国大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而在荷兰和瑞士举行的2025年欧洲与西藏站在一起西藏自由抗暴日大型纪念活动上，130多名华人为表达支持参加了纪念活动。在巴黎和东京以及整个中东欧都举行了和平游行。而在比利时的卡斯特莱、澳大利亚马里比诺、美国的东鲁福瑟和法国的圣吉内斯尚尔帕等城市，则在各自市政厅前升起西藏国旗，以示对西藏的支持和缅怀66年前的西藏英烈。另外，藏人行政中央驻澳大利亚办事处于上周五3月7号举办了一场研讨会，纪念西藏自由抗暴66周年，并悼念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的兄长加勒顿珠逝世。在台湾，在台藏人福利协会联合西藏台湾人权连线等非政府团体，提前于3月9号在台北举办了310西藏抗暴66周年大游行。近600名来自台湾各地的支持西藏人士和在台藏人在游行活动上高举假和平协议、真入侵占领、西藏要自由、西藏是西藏人的等标语牌，并高喊口号，在台北街头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此外，在台藏人还于3月10号晚间在台北自由广场举办烛光晚会，缅怀为西藏自由事业献出宝贵生命的藏人英烈，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国压迫西藏的人权问题。此外，在印北达兰萨拉参加西藏自由抗暴第66周年官方纪念活动后，来访的斯洛伐克前总统安德烈基斯卡和爱沙尼亚国会议员优库卡勒于3月10号上午联合举办新闻发布会，重申了他们对西藏问题上的坚定立场。爱沙尼亚外交事务委员会成员朱克卡勒在新闻发布会上重申了爱沙尼亚在西藏问题上的坚定立场，并敦促国际社会反驳中国对西藏的歪曲宣传。他批评世界领导人因中国的一中政策而犹豫不决，并分享了他因支持西藏而遭到中国外交部恐吓的经历。他认为这些恐吓毫无根据，因为西藏就是被中国占领的国家。他最后呼吁全球各国发出更强大的声音，来支持西藏人民争取自由。斯洛伐克前总统基斯卡则重申了他与达赖喇嘛尊者的深厚个人关系，讲述了尊者的教义如何塑造了他的人道主义工作。他还回顾了他对西藏博物馆参访使他热泪盈眶，并对西藏人民为自由所做的牺牲致敬。
他最后表示：“我呼吁西藏境内外的藏人民众坚守你们最为珍贵的爱与慈悲的价值观，世界与你们站在一起，你们并不孤单。”两位领导人共同呼吁欧洲国家对西藏采取更强有力的支持行动，反对中国对真相和自由的压制。当天上午，来自斯洛伐克和爱沙尼亚的代表团在参加藏人行政中央举办的西藏自由抗暴第66周年官方纪念活动之前，觐见了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达赖喇嘛尊者在会晤期间给予了慈悲开示，并感谢各方对西藏人民提供的支持。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正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进行访问的爱沙尼亚代表团，于本周二3月11号上午访问了西藏人民议会秘书处，会见正副议长及常务委员会成员。在会晤期间，议长康波索南丹培向爱沙尼亚各界对西藏人民的支持表示感谢，并强调了解藏中冲突、保护西藏文化及特征，以及确保国际社会支持藏中和谈的紧迫性。副议长则强调了西藏的环境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意义。他呼吁来访代表团成员们在欧洲的各种平台上为西藏发声。最后，正副议长带领代表团参观了议会议事大厅，并介绍了西藏的民主进程和议会的议事流程等议题。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